哇，芭比你嘛是真早咧，稍等下吼，我打一下 link，毋免赶袂要紧啊，无 PURL，打一个 link 去 ，pin link，paste，add link，好，啊我先煞打一个 link，互我一两个朋友吼，甲讲有兴趣听我打互因，还是我直接打即个 YouTube 互伊吼，可能无即个 Clubhouse 通用。我今仔日有加即个镜头吼，我先买即个镜头，我甲倒起。个啥物人呢？个是我小学同窗，倒起哩互伊。个另外一个大学同窗，我那个打起。我食。大叔。copy image address， 我直接打一个页起来吼，安尼较大，字较放较大吼。芭比你好，你好，咱开始了来读了吼，有着影吼，就无等啦吼。咱顶回看到即个教育公布第5期即9页，这是第几页？第29页吼。这上是教育公布的第5页啦吼。我伫遮小讲一下，有影听的人会知影，就是你若要看教育公布的原文吼，伫个台语文记的网站顶头去查询教育公布吼，教育公布就看得到。我是甲即页直接甲掠过来遮看吼，安尼较方便大家看。咱今仔已经看到教育公布第5期第5页倒手边这上尾这只吼，伊是咧讲安孝日的意义啦吼，论安孝日啦吼，这第2轮拢论安孝日。安孝日就是华语教育叫做安息日吼。以基督新教来讲，安孝日是礼拜4啦吼，礼拜日啦吼。较早犹太教安孝日就是旧约圣经内底安孝日其实是拜5暗啊，一直到拜6暗安尼吼。好，咱继续来看咧吼，上尾即只倒手边上尾这第2项，上尾算来第2项吼，黄金河讲论即个直播无画面哦，歹势。我袂记甲画面切过去吼。画面切过去，画面切过去。安尼有看到啦吼。安尼，扭过来。
安尼看着我啦吼，我买一个新的镜头，但是内底光线无够吼，你是看会诚水啊，暗时啊光线无介好，会使调啦，但是我无时间去算迄个镜头吼，有用再用。论黄金河讲，论即个安晓日，我看一人去翻着，就是讲论安晓日吼，应该守的规矩吼，但是足侪人无守规矩啦吼。当然，基督新教内底对安晓日无啥物规定啦吼，无像犹太教伫个安晓日即个规定顶头是足多吼，哇！你看感觉画你感觉足好笑吼，所以即马伫美国你看会到犹太人吼，因若有咧守安晓日，因比如讲因拜六时阵因有聚会，因就袂使驶车去，因要行路去，而且因有规定讲你安晓日即天行路袂使行超过几迈吼，袂使行伤远就对啦吼。因袂使，比如讲袂使坐电梯啦，有诶无诶足侪规定啦，因就是迄天袂使做工就对啦吼，所有含做工有关系拢袂使就对啦吼。OK，但是基督新教并无啥物规定，但是嘛是讲论即个安晓日，我看侪人去犯着啥？犯着以基督新教来讲，就是安晓日因应该是爱去教堂内底做礼拜，但是足侪人可能无定啊，无逐礼拜去做礼拜吼，嘛是只像基督徒啦吼。好，咱继续看，做生意的人讲卖利益吼，卖利益就是走袂开骹，叫做卖利益吼。利就是离开的利啦吼，咱来看这个利，卖利益吼，做生意的人吼，讲卖利益。咱来看利，大利多书典安怎解说这个利 ？Li 第七声，利毋是利的吼，是写这个利吼。离别的离，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距离离别吼。我毋知这写是爱读距离还是离别，距离啦吼。就是爱读第七声是第五声，无介清楚，但是这是第七声吼，离，咱即马看到这是离，离天七破路，离天七破路，天烟之差。离乡不离乡吼，就是虽然你离开故乡吼，但是你的乡口，原来是搁继续搁保持你原在乡口吼。离乡不离乡吼，其实我较早，比如讲我是新竹人我大专嘛是伫咧新竹读的，但是我足侪同窗是对中部是讲南部起来，高雄、台南起来，嘉义。我含因斗阵做伙久吼，我讲腔口也叫因扭去啦，就是南部腔的叫因扭去。主要嘛是讲台语伫台湾愈来愈是以南部腔最主流腔口吼，所以就渐渐去互南部腔扭去安尼。我无离乡，我嘛是去新竹啊，我新竹人伫新竹，我无离乡，但是腔口就走去吼。颠倒是今仔日我离乡遮尔远吼，但是我尽量甲我迄个我本来老泉腔的腔口继续保持。为虾米做会到？因为我即马有咧读书，所以我知影讲老泉腔，我譬如讲咱定咧查大理寺大书店，伊讲会飘，这是漳州腔还是泉州腔嘛？所以我会当继续甲我即个腔口保持落来。主要是讲我有迄个信心，我知影讲这是爱安尼讲吼，我有伫电书店做要怎讲目句啦吼，就是互我做支持我讲这是你的腔口，你我都知影讲这是我的腔口，我有迄个信心，迄个自信讲这是我的腔口安尼，所以就较袂去互别人腔口拖去吼。所以你可能听我咧讲时嘛，定定听着我咧讲，我用的迄个老泉腔，吼，阮讲读书吼，阮讲鸡肉吼，即种吼，以后嘛是会继续听着，所以你
知就好啦吼，你若袂惯死即种腔口，你知就好，用你继续保持你家己腔口安尼吼。好，离乡不离腔啦吼，看到即个书啊，有点感动啦吼，离乡不离腔。过来是离家有偌远，就是离开家有偌远吼，离妻离子吼，离天七步路，就是离天顶七步路的即个遮尔远啦吼，天缘之差。第二个是摕清气完成，这个摕是啥物意思？摕清气完成吼，比如讲，咱来看例句，拉三气互伊摕，父母无摕。父母无体理解啦吼，父母无体就是迄个话语叫做病灶吼，就是你即个破病的即个原因无摕掉嘛，你就袂当完全好吼，就是父母无体，就是还是父母无理啦吼，父母无理，这才是拉三气互伊理吼，拉三气互伊理就清气啦，所以即讲清无理就是意思清洁做了无清气，做了无完全清气吼，你扫无利安尼吼，扫涂骹扫无利，扫无清气意思。这才是拉三气互伊利，这个拉三是下门腔的款吼，伫台湾较罕要听人讲拉三，台湾人讲垃圾较侪吼，垃圾气互伊利，就是甲垃圾气甲清掉安尼吼。咱会来看日文版的吼。当我做务行较利咧，吼，所以当我做务行较利咧，就是当我小行较差不多，行到差不多要行了安尼吼，就是行较利吼，所以我来是安尼讲吼，钱行较利咧，吼，做袂利就是做袂了嘛，吼，讲我今日工课做袂利啊，吼，加班安尼，好。创袂利，歹势，创袂利吼，创是创伫台语就是做啦吼，相关就是做袂利的意思，创袂利吼。创伊是创袂利啦吼，就是创袂利就是做得完吼。看一下日文版，9:44分。因为我手机也是迄个 screen saver 跳对啊。我无咧注意 YouTube 遮啦吼，所以若有对 YouTube 遮你捌吼，歹势我无甲你交代，恁家己看吼。好，离伫遮吼，离天七步路，这设计吼就奇怪，这一个规个变遮大个。我要放较大，就是因为我要看伊迄个声调啦吼。离天七步路，离乡不离乡吼，这拄则拢过说过啦吼。我要看是拉山啦吼，离家有偌远，离妻离子，离开。我要看是拉山吼，伊用汉字是写误会吼，误会。但是伊是飘音是飘拉山吼，我专工要看伊的迄个声调是安怎飘，伊毋是飘，伊是飘拉山吼，第五声吼，拉山去袂，互拉山去互伊离吼，拉山去互伊离，有时都爱看这个骹若飘音，才知影这是啥物意思，因为写汉字实在是读袂出来吼。父母无利，就讲创袂利吼，创袂利汉字安尼写吼，创袂利。创袂利我都讲就是相反就是做袂利，做就是创啦吼。汉字写创造的创吼，所以创造对台语来讲是，就是共款意思，创就是做就是创吼。
伫华语内底会较罕咧用从去做去取代做即个动作吼，但是台语就是从就是做，做就是从安尼吼。咱伫遮其实可以当看到就是，我都会甲放较大吼，拉散，无一拉散吼，拉 LA 第五声 ，SAM 第五声吼。哇，伊无啥物另外解说吼，汉字用即个污秽这两字吼，污秽另外一个读法是叫做污秽吼，等下再清楚查一下吼。拉三就是粪扫吼，就是拉萨米啦吼，拉萨米较常听着吼，拉萨米、拉萨鬼较罕咧听人安尼讲啦。我是伫个圣经学着的吼，圣经是用 MQ 嘛吼，所以伫台湾较罕咧人讲。垃圾拢讲垃圾吼，垃圾鬼、垃圾米吼。好，再来查一下污秽即个词吼。垃圾吼，垃圾都免讲吼，垃圾先看者。垃圾吼，垃圾是毋是安尼啊 ？LHSAP， 啥是第四声吼，毋是第几声？哦，垃圾，像我汉字嘛用污秽吼，污秽无清气，真垃圾，垃圾鬼，起垃圾吼，相关，所以无共腔口尔啦吼。过来是拄则讲污秽吼，污秽有第三声秽，第三声污秽吼，哦，污秽汉字伊嘛是写哦污秽，所以拄则你看汉字。用污秽来表示三种音，一种是垃圾，就是垃圾，一种是污秽吼。啊，污秽当然是读字音啦吼，其他两个就是混读吼，混读音就是用来归水即个垃圾啊甲垃圾即个意思的汉字尔吼。你若缀我咧读迄个台湾歌谣，我顶有讲过吼，就是会使用一种是用汉字来解说意思的吼。我另外一种我顶会讲的是台语好青文啊，直接用迄个汉字的读字音来直接加，搁做加价啦吼。搁做汉字造字来完结嘛，六书嘛吼，即咱较早，我相信你伫高中、初中拢捌学过吼，什么象形、形声、转介甲，有诶无？我袂记啊，六个吼，其中一个假借，就是我拄则讲诶台语好青文。啊，即个训读就是伊迄个意思，我训读是啥物？我袂记啊，我一时也想袂起来吼。形声转注假借，反正吼我袂记啊。反正你就是爱会记啊吼，汉字诶运用莫甲你较早伫学校伫中华民国诶学校内底所学着用汉字迄种足话阔迄种理解吼，来运用汉字，安尼你足歹啦吼，就是讲看了汉字就要共拍册啊，讲你写毋对安尼。好，咱继续来看转来原本遮吼。拄则看拄则啦，是遮袂记吼。做生意的人讲卖字就是无走袂开骹啦，所以我无法度去教会啦吼。各种理由吼，咱来看吼。有时店虽然关着，犹原暗静伫做生意吼。意思是讲，你是基督教，你是基督新教信徒啊。礼拜时照理应该是袂使做生意，你爱去教会啊。惊人讲话，你着店门关诶，但是偷仔伫嘛是踮咧顾店咧做生意吼。即种诶吼，即种诶其实无必要啦，根本就无必要去教会啦，你着根本就无咧信嘛吼。或者是讲你诶信心到即种程度尔啦吼，所以根本你就无应该讲你是基督徒啦吼。OK，
有时店虽然关着，犹原暗静伫做生意，过来，顶年的大会有议论着设安孝日的小学，议论着设安孝日的小学，这只是讲伫安孝日要设一个小学啦，咱继续看。因为即侪教会拢有啊，就是因有一个主日学嘛，囡仔的主日学啦，大人嘛有主日学啦，囡仔主日学有所在做成，讲顶年就是旧年啦，咱就知影顶年。顶第二声，年第五声，使虎白鼻高高唱落，这八只动物就是台语的八声调，使虎白鼻高高唱落。第二声是虎，就是顶，第五声是使虎白鼻高，高，所以年就是第五声，我嘛袂记啊，我得小用镜头小算一下，咱小学生上看，顶年第五，咱来看，顶年就是前年，毋是旧年哦。我若理解毋对我理解做旧年，顶年是准年或者是阮会叫我个主年准年，顶年好，安尼好，我来查一下准年有偌侪种讲法用汉字来查要无用鬼水来查。杂年应该毋是前年啊，这鬼水看一下。杂年哪会是前年呢？杂年哪会是准年？前年，所以应该毋是迄个毋是，还是真正是前年日本的前年是旧年嘛？先我查一下前年 former years 嘛 ，a few years ago 嘛，所以嘛毋是旧年嘛所以这只呢，个汉语版的鬼水就是错误的早年毋是旧年，早年嘛毋是前年，早年是 former years 永年啦永年。好，上年哇，上年我毋捌听人讲是前年嘛是旧年啊，所以这上年嘛应该就是和早年差不多意思嘛。咱来看一下日文版。早年、上年，讲早年讲前几年或者早年讲以前years ago 安尼上年伫对，上年上倒伫遮嘛是前年。但是有一个去年可能就是旧年去年，我要安怎查？因为日本的这个汉字音无共所以我变成爱用日文来查这个去年 ，KYUNEN。去年去年的 old year 或者是 last year 所以去年会使做 last year 对旧年啦就是台语的旧年相关意思旧年台语的旧年就是previous year 头前一年所以上年会使做 last year， 但是
早年就袂使吼。我甲列出来，我看过都袂记啊吼。这些就推啊吼，我甲一边放大，迄边就变足水安尼，啊，这边佫甲放大，迄边变足水。好，早年，哦，早年另外敢若先年、后年、前年吼，一寡意思，伊并无去年吼。去年那是去年，我声调无介清楚，日本的声调我有写念毋对吼。反正就是早年是无旧年的意思吼，无 last year 的意思啊，但是上年就有吼，上年会使讲是 former years 嘛，会使讲就是旧年吼。好，啊，过来呢，顶年嘛会使讲就是咱拄则有看过，顶年吼会使讲就是前年，啊，旧前年嘛是前年吼，所以前年有学着啥物？歹势，这是叫做啥？库税哈，库税毋是这哈。上年是 last year， 前年的 2 years ago 哈是旧前年或者是旧前年啊。哦，歹势旧前年佫是变大前年哇！这我家己嘛拢袂记啊哈。旧前年是前年，旧前年变做大前年了哈。哇！我家己嘛拢袂记哈。好，啊，过来是往年过去几年间了吼，其实拢爱看一下日文版的，较容易这个汉字无写毋对吼。顺前年我嘛捌听人讲过，就是大前年吼。顶年是前年吼，我要看一下。再甲咱补充一下吼，可惜马文上班哦，要当甲请教一下吼，看伊安怎讲吼。顶年就是前年或者是前年，前年就是前年咯。啊，若安尼看拄则早年嘛会使讲是前年咯。早年，哇，我看即种讲定甲这个，咱讲就是有一点仔乱啦吼，足 confusing 的，你毋知影到底讲我所以早年有前年的意思是前年啦吼，华语叫前年。早年啊，旧年是上年，所以上年是旧年，早年是前年，吼，早年会使讲前年，旧前年嘛是前年，旧前年是大前年。希望恁记会牢，我看是真困难吼。好，旧年是上年，前年是早年或者是旧前年吼，或者是顶年吼，顶年遮吼，顶年前年，或者是往年吼，咱来看一下往年，往年是前年的意思，往年。往个是4个月前哈，啊，往年呢？往年数年前哈，嘛会当做前年，所以往年并无前年的意思啦吼，伊这个汉字这毋对啦吼，就想要甲因讲者，往年安尼是毋对吼，往年就敢若以前几年哈，过去几年间哈，顺前年嘛是大前年吼，讲是全球腔啦，有安尼讲，我捌听人讲吼。过来是大前年，前年的搁前一年，安尼就是大前年嘛吼，大前年吼，所以大前年甲即个旧前年是共意思吼，但是旧前年搁无共吼，旧前年是前年，旧前年是大前年吼，啊，另外是一个大前年吼。好啦，这
我毋知芭比你有法度整理出来吼。对旧年开始，旧年就是旧年、旧年，吼，这两个是旧年。前年是顶年，吼，顶年搁啥？旧阵年，吼，搁这毋是吼，顶年、旧阵年，好，搁来是旧阵年的大前年吼，旧阵年、顺阵年、大阵年。才变轻声吼，大准年含即个旧准年相关读法吼。好，那有整理则整理啦，无整理就是我拄则讲的，恁家记就对啦吼。希望恁记会牢。好，咱转来文本遮吼。顶年所以这顶年是前年吼，顶年的大会有议论到设安歇日的小学。有所在做成吼，有所在确实有做着吼，做到吼。抑搁伫烦恼无迄个当一个人通三帮吼，10点个2分。抑搁伫烦恼无迄个当一个人通三帮吼，咱较早有讲过啦，伫教会来讲，当一个就是什么祭司长老即寡吼，是上帝教会有职务的一寡人吼。叫做当一个人，因烦恼讲，伫安休日开小学，无人通斗帮站来，互即个小学运作落去吼。的确着教8月日吼，鼻头有寡新来的人吼，鼻头有一寡新来的人吼，挂的就是讲有挂，就是有一挂吼，一挂吼。有一些啦吼，鼻头有一寡新来的人吼，但是甲省起来吼，简省起来，鼻头有寡新来的人，因爱要读册吼，人若要讲别物的话，伊就无欢喜吼。鼻头有寡新来的人，因爱要读册吼，人若要讲别物的话，伊就无欢喜。即句尾仔即句啥物意思？我无解确定吼。伊讲人若要讲别物的话，伊就无欢喜。意思是讲，因即寡人是要来读圣经吼。读册毋是读啥物字吼，毋是读小说，毋是读啥物教科书吼，毋是吼，是读圣经吼。因即只讲读圣经吼。鼻头有寡新来的人，因爱要读圣经，人若要讲别物的话，伊就无欢喜，就是讲无要讲圣经的话，要讲别物的话吼，就是一般世俗讲的代志吼，因都无欢喜吼。安休日的路用，人是哪久哪捌吼。安休日的路用就是安休日伊本身的功能啦吼，伫咧教会内底有啥物功效吼，是爱你伫咧教会愈久，你就则愈清楚吼。起头掠做小看，后来拿知吼。起头甲即种代志当做是小看事，就是意思是讲，你要来毋来袂要紧吼，你若无用做你免来安尼，起头当做小看，后来拿知就是愈来愈知影讲，这毋是小看代志吼。礼拜日讲道理，着吩咐兄弟讲。后礼拜日得要颠倒问伊看捌啊无吼。咱搁看即句啥意思？礼拜日讲道理，着吩咐兄弟讲，就是讲礼拜日的时阵要你牧师讲道啦吼。礼拜日讲道的时阵，着爱甲兄弟在来听道理的兄弟，爱甲因吩咐，甲因讲啥物代志？甲因讲后礼拜日得要颠倒问伊看捌啊无，就是讲你伫讲道的时阵爱甲兄弟讲啦，讲我后礼拜要甲你问啦，就是要甲你考试就对啦吼，看你有捌啊无啦，互因较会尽心听吼，所以后壁就是目的就是要互因专心听啦吼，尽心来听。大会检采
就出一张单，勉励兄弟，勉励兄弟，较细字守安息日，吼。一句搁读一遍吼，大会检采就较早讲个 probably 吼，大会检采就出一张单，大会可能有需要来出一张单吼，勉励兄弟，勉励兄弟啥物代志？较细字守安息日，就是爱甲守安息日，认真做吼，细字就是认真做吼，较细字来守安息日吼，较细字守安息日。就是要 take it serious 啦，希望安尼啦吼。好，这是袂记讲到遮拢袂记讲。教育公布第5期主要是甲因敢若是顶礼拜还是顶个月开大会的即个发言的记录吼，所以拄则是啥物？即只是即个亲和讲的话吼，咱拄则读到遮是亲和讲的话，过来是。林祖中讲，伊所讲的话，会对着 quote 伊的话啦，吼，甲伊的话拢引伫遮吼。好，10点过7分，哦，老骹已经足老咧啦，OK， 好。歹势，我特别起早，佮毋知要安怎翻转来即个画面咯。迄个 Clubhouse 实在是设计甲互我足歹用的吼，袂晓用。好，咱继续来看林祖中所讲的话吼，伊讲论安息即个大路用照新闻杂录第1本，新闻杂录第1本啥物意思是？因为教会公报社吼，教会公报社即卖叫做啥物？即卖敢若叫做新老子房的款吼。因有出一本书叫做新闻杂录，你即卖伫个大语文记忆网站吼，你若去查即个新闻杂录，应该有法查会到啦吼。再看觅啊。新闻，新闻杂，安尼好，无。伊是叫做新闻的杂录吼，我加一个减一个 A 我查袂到吼，我对直查新闻杂录查袂到吼，是新闻的杂录，结果毋是教育公报社出的，是即个万南县教资局1915年出的吼，1915年，所以毋是即本啊，因为咱即马读的即个是1885年的教育公报吼，所以应该是即本吼。好，安尼表示遮无啦。好，但是反伫遮讲的是即个新闻杂录即本书内底第1本有，照即本书所讲吼，迄年有讲起一项。照新闻杂录第1本，迄年有讲起一项，即个迄年是啥物意思啊？当咱讲厝年、路年，拢知影意思。即个迄年啥物意思？迄年我看无来查一下吼，迄年是啥物物件？这个条迄，我搁来改做英文版吼，迄年第8声是？迄年第8声吼，第8声年第8声，无要安怎查呢？无轻声的讲法。OK， 无轻声的讲法是，迄年吼，迄年但是咱这也是有轻声啦吼。
有两个即个 hyphen 就是轻头，就是头前爱读轻声啊，后壁读轻声，头前爱读分调吼，啊都颠倒过来，即嘛因为无轻声变成一个 hyphen 了，就变成头前变调吼，迄年吼，迄年就是迄所在，迄年嘛是迄所在啦吼，迄伫迄年，就是放踮遐就好，放踮迄个所在就好吼。放踮迄个所在吼，下伫迄年吼，迄年还是迄年拢相关吼，什么意思吼？啊，所以呢，迄个所在有讲起一项，迄个所在什么呢？就是新闻材料这本册第一本吼，迄年有讲起一项，所以咱今仔日我嘛是学着吼，我袂晓安尼讲迄年吼，迄个所在吼，有一个。迄年我袂晓，但是我会晓讲厝年、路年啦，所以迄年就是迄个所在安尼吼。好，有一个驶车的人吼，本人即摆咱咧讲即个新闻材料内底的故事吼，有一个驶车的人，本人逐日伫驶吼，逐日伫驶车吼，拄着一个安晓日，伊的马拄好破病吼。拄着一个安晓日，伊的马拄好破病，即摆即只讲驶车是驶马车吼。高不中，驶马车即1885年吼，咱当作即嘛驶汽车，迄当阵无系列吼，至少伫台湾可能无啦吼。伊的马拄好破病吼，高不中，高不中即个词吼，台语内底我相信大家足侪人听过吼，高不中，即嘛人足侪人讲高不离中。啊，有诶，佫加一个高不离三中，安尼后壁学袂加啦，高不离三四吼，高不中啦吼，高不中，啊高不离中嘛是有啦吼，等等查一下书店吼，看收吼。安晓日伊诶马拄好破病，高不中着休一日吼，高不中着休一日，高不中就是不得不啦吼，不得已啦吼，华语安尼讲吼，高不中。就休一日，咱来看高不中。高 KOU 第一声不吼是第四声，我用 wildcard 吼，就是星号来看吼，因为我毋知后壁有爱高不离中无吼。OK， 高不离中吼有吼，高不中。歹势高不离中伊摕来做高不中的鬼祟吼，毋是无鬼祟吼，高不离中伫遮吼，高不离中就是高不中吼。姑且不得已而将就，我这应该是爱读做华语啦吼，所以我定定看这鬼祟，我读甲足疼，我毋知是要读华语还是读台语吼。姑且不得已而将就，叫做高不离中吼啊。一个姑且不得已而将就，省略然后干性的哈，不得不了，就是不得不哈。所以这读台语干么子？姑且不得已而将就，叫做姑不离中哈。姑且不得已而将就，姑且不得已而将就哈，叫做姑不离中。安尼大家知影这个词源啊，这个词的这个源头是。姑且不得已而将就，叫做姑不离中。啊，所以这个离呢是离将就，毋是这两三是离吼。讲姑不离三将，迄是讲算起来吼；讲不离三四咧，拢是讲算起来吼。讲不离三四将，讲不离三四五六将，你实在去讲啊。但是伊实际上是姑且不得已而将就吼，姑不离将，或者是更较简性是讲姑不将吼，不得不。姑不离中接去，真毋情愿啦吼，真毋甘愿去吼，姑不离中接去吼。咱来看一下留白。这真正是挣脱啦吼。我确实我写讲咱白话字的挣脱，确实一字一字读吼，一字一字学，一个词一个词去查词典吼。我一向是安尼读的啦吼，用安尼读法啊，佮即个读书方法。就是当遮含大家斗阵咱咧来读，啊，所以我读足慢吼，就是
一个词典可能一查20分嘛有可能吼，伊共一个词语会当看遮侪词出来吼。高不离中，来，我甲这个放较大吼。高不离中，伊是写，这应该是读台语读法吼。高请不得已而将就，吼，会干性吼。其他是啥物？哇，解说遮多吼，伫遮吼，有疑奈是较等那句，这应该拢是不得不的意思啦，我相信是啦吼，因为我日语无学到遮透吼，遮多我拢捌看过吼，但是应该拢是啦吼，拢是不得不啦吼，不得不啦吼，高不离中则去吼，这则是这希那句，这希就是一定，那句是无一定。歹势吼，可能毋是吼，反正就是不得不啦吼。高不将吼，讲是漳州腔，叫做高不将吼，就是高不离将。过来，所以这共字啊吼，好，咱拢跳过。好，咱转来遮高不将，讲迄个驶马车啦吼，按照你夜尾拄好破病嘛吼。夜尾拄好破病，高不将着歇一日，伊的同伴做因行吼，伊的同伴做因行，就是共你驶马车，因做因驶车走吼。伊到明仔载佫起身，伊到明仔载佫起身，就是明仔载应该是讲安歇日了，就是讲礼拜日了的第二天吼，伊佫起身开始驶车吼，佫驶车出发啦吼，佫无偌久就约着因，伊照讲伊是已经慢一天啊，无偌久就约着因吼，伊的马也较看活吼，伊的马也较看活，啥物意思？看活就是看活啦吼，看活就是咱即马较常听人讲看活，看活就是身体爽快，叫做看活吼。看活当然是共意思吼，咱来看活 ，KHOANN 第三声 ，OAH 第八声，吼，看活，看活就是安乐愉快吼，看活就是无，当然就是无看活嘛吼。看我若新鲜吼，这拢是看我。你看其他腔口叫做看我，阮是拢讲看我啦，我袂讲看我啦。看我或者是，哇，这是老全腔，但是我电脑我袂晓念吼。去，这边来念，我袂晓。看我哟，看我，可能是我袂晓，歹势。因为这我写看我，毋知你写啥。好，所以看我就是看我吼。过来，我拄则讲身体看我，毋是干那身体佮看我，心情嘛会使看我啦吼，拢会使，因为就是安乐愉快意思吼。伊的马也较看我吼，为虾米？因为马休一天啊较有精神嘛，意思就是安尼吼。伊就将安尼照文设做法度，什么意思？伊就将安尼照文设做法度，等下查一下照文，我毋捌听人安尼讲吼。照文设做法度，毋是因为拜上帝，不过是要互人甲精神较勇尔定吼，尔定，即嘛一般人较侪讲，较伫台湾较常听到是讲尔定吼。好，咱来查一个照文，照第三声变调变第二声照吼，照第三声 CHIAU 第三声文 UN 第五声吼，照文。照文就是
教损书，哦，轮番哈，教文就是造轮啊哈，轮番嘛哈，华语叫做造轮哈。啊，另外一种讲法，等下我查一下哈，伫遮叫做教文哈，教文哈 ，OK， 林棒。搁一种讲法，我来查一下，看是毋是相款即个意思。我感觉应该接近，叫做放破吼，咱来看下放破。一条歌叫什么放破洗身躯，你捌听？PHOANN 第七声吼。较早阮上接用的即个放破即个词嘛是洗身躯，就是讲啊，恁放破洗身躯，啥物意思？就是恁教人去洗身躯，放破。为什么无 PANG 第三声在伫我拍对吼，放破啊变调拍做第变调去吼，拍做变调第二声，破 PHOANN 第七声吼，放破。哦，放破伊是或者伊就毋是写教文教论，是讲互相替代吼，放破罪，就是互相代替罪。放破就是你做了欠我罪安尼啊，所以嘛是教论的意思啦吼。放破担吼，你比如讲即担即重的吼，啊，就是你先担行10分钟了，换另外一个来放破担吼，这就是放破的意思吼。伊无过做教论，但是嘛是就是迄意思吼，就是大家轮流来做吼，叫做放破吼。啊，所以阮较早阮做囡仔时阵，阮母啊是阮爸讲，啊恁放破去穿恁先放破去洗身躯，阮三兄弟啊吼，所以就放破洗身躯吼。OK， 所以听到这条歌放破洗身躯吼，阮这是真亲切啦，因为较早就是安尼讲吼。好，啊，这是讲教文吼，伊就将安尼教文设做法度，什么意思？就是咱继续看吼，教文本来是教论嘛，教论番嘛吼，设做法度，毋是因为拜上帝，不过是要互人甲精神较用尔定。啊，这教文是讲什么人教，含什么人教？伊就将安尼教文设做法度，真正无理解。敢是讲含伊讲拄则讲因其他判赛车的判，大家教文你礼拜嘛？教文去礼拜做礼拜，是安尼意思嘛？伊就将安尼教文设做法度，可能啦吼，因为因可能袂使讲无人做，所以一定要教文去做吼，教文去做吼。就人敢若即嘛过年你嘛是，譬如讲，原来有驶公车嘛是爱使消防队嘛是爱有人长班嘛吼，啊所以教文嘛，今年你做，明年我做嘛吼，所以应该是这个教文是这个意思吼。守安就是有几若项的利益，第身体填困的利益吼，因为身体当得到休困啊，你免逐工做工嘛吼。第二是神魂的利益，就是你的灵魂会当得到利益吼，就是信仰嘛，你会当去听道理嘛吼。第三是讲究圣经的利益哦，相关的拄则讲听道理吼，讲究圣经的利益，就是你会当去研究圣经，讲究是研究的意思吼，啥叫讲究？KANG 讲究第三声吼，讲第二声，究第三声，讲究变调，第二声变做第五声吼，阮的 Q 卡吼，讲究是研究用心嘛，讲究学问吼。啊，所以这只讲究圣经，就是研究圣经的利益吼，就是你第一工会当读圣经吼。好，这是林子中所讲的话，因为一开始我记得是敢若是巴克利还是甘伟林牧师讲啊，咱下晡要组这两个主题来做
讲论嘛，就是按hiệu字啦，所以另外就开始拢开始讲你讲论迄个按hiệu字。10:26，剩4分钟，我看卖这好会使咱搁继续读咧吼。潘明和讲，论按hiệu字有几若项的法度吼，法度就是方法啦吼，或者是制度吼。过来查一下法度，法 HOAT 第4声，度 TOU 第7声。我写 TOU， 但是伫咧白话字是 TO 顶头一点 O 点安尼啦吼。啊，但是你要拍字拍 TOU， 或者是有的版本是写拍 TOO 吼，看你拢会使吼。法度就是拄则讲方法嘛吼，有啊方法。所以无制度的迄种意思，但是我感觉应该有哩。歹势，书典无啦吼。方法、手段、办法叫做法度吼。所以无依法就是拿他没办法吼，无依法吼，就是无啥物方法吼。兄弟听了，歹势，伫遮吼，论按hiệu字有几若项的法度吼，有几啊项的方法提出来和大家分享吼。第一，传道理的人着将伊所要传的道理量身讲究去亲密。哇，你想要查一下，什么叫量身？什么叫做亲密？教有滋味毋通拢无讲究。教按hiệu字则随便讲，兄弟听了就无利益。意思什么？这段什么意思？意思讲你牧师礼拜你讲道理啊，讲啊较趣味的，大家听有啦，大家听了有兴趣过来啦，有趣味过来吼。咱来看吼，继续，毋是继续，咱这段搁看一遍吼。传道理的人着将伊所要传的道理量身讲究。这个量身讲究应该是事先的款哈，事先的哈，事先 previously 吗 ？OK， 讲究去亲密。来，先来看量身，再来看亲密哈。10:29吼，咱真紧查一下量第7声先 SENG 量先。歹势，毋是量第7声是是啊第7声 LING 第7声 SENG 第1声，结果无量先无。查一下啊，出台语吼，一般我是较安尼去查出台语。看出台语就甲所有的拢累积起来嘛，所以伫遮若有就啥物书店有收伫遮拢看会到，完全无是啥物意思？量身书店拢无收，安尼我就无法度理解伊的意思吼。我来查一下，比如讲我用安尼好啦。用 wildcard 声安尼看查会到吼，名声、微声、原声，量声是 L 开头的，咱来查一下 L 开头的字吼。伫迄个袂使饲亚刷饲后一页才会使吼。HIJK 个后一页，好 ，K 过来，男声、老声、雷声、另外声、练习声、林声、流声、落花声，女学生、学生。无量声，完全无量声，嘛毋知，嘛无接近的音。
啊，所以良性什么意思呢？另外一种方法是查量后壁 wild 卡，我看什么良性良安P 后底，哦有啦，良性啦吼，奇怪我都无，伊是第七声啦吼，伊是第七声吼，我拄则良性SENG，伊是良性第七声，我拄则是拍第一声，因为咱文本内底嘛是第一声嘛吼，但是伊是良性吼，良性有无有如泉水良性吼，良性，我感觉应该是良性才是对啦吼，文本应该是太薄去啊吼，为什么我无放弃直直找？因为就是即种代志我拄太侪遍了吼，教会公布迄个新老因的印刷吼，出差错迄种太薄吼，太几率太大吼，所以有时我查无是拢无放弃，继续想办法看各种方法去查啦吼。有时你着找着原来伊是因为太薄吼，良性吼，良性就是有春嘛吼。啊，所以即只是啥物意思？即只讲，传道理的人着将伊所要传的道理良性讲究去深微吼，良性讲究就是有入的讲究去研究嘛吼，良性讲究。深微啊，佫慢吼，无多通过水吼，深微咱来看下深微。CHIM， 这是歹势，今仔日会耽误，甲各位耽误一下5分钟吼，深微。哇，伊佫无 CHIM 对啊，深微。这台语有无？拜托，毋通搁太薄啊！实在是太薄，一个字太薄都已经足恶读个啊！你若搁两个字太薄，规全完全看无去吼，真正无吼。不然呢，后尾再来查来清理，我可能有闲我看一下啥物是深微，或者是甚至太薄去吼。所以伊意思就是讲，你讲咱拄则讲吼，伊规句的意思是讲，你讲道理的人，你爱甲即个要讲的道理吼，爱想办法好。爱准备好势啦吼，莫讲到安歇你啊，才随便讲安尼吼，袂使安尼啦吼，爱互听的人感觉有趣味吼。伊是讲够有滋味吼，有滋味，互人听来感觉有滋味吼。好，第一条咱遮咱后回会搁深微找出来，较知影伊到底是咧讲啥吼。啊，良性吼 ，SENG 第七声。好，今仔日读到遮，好感谢各位吼，Sunny 丽雅、宇文、芭比，感谢恁。嘿，大家斗阵读书吼。我看一下，我 YouTube 有偌济人看，嘛是2个尔，所以应该是无别人吼。好，但是有9个人入来看吼。好，有啥物讲有啥问题？ OK， 好，无问题，咱就今仔日到遮咯。好，安尼到遮我来关房。多谢大家。多谢大家。